きな面は僕を守る絆創膏怖くてきっとハゲないな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ちゃいるんだけどプライドは新品のままで白くふやけかゆがっているああどちらも僕で君だからどちらも本心だから確か悪いよな始めたのが遅いから世界はあまりにも広いから天才はレベルが違うからてかお前が楽しけりゃいいじゃんああうるさいなそれでもなんか君に負けてしまう日もあったまあそりゃそうか触れない深夜しそうなんて僕らしくはないやでも今の僕はもう限界だ君の言いなりになってたまるか僕はやっぱ誰にも負けたくないんだそんな熱よどうか消えてなくなるならしさそんなものを抱えては僕らは泣いてた笑ってた競い合ったまま大好きなことに全て捧げてはまだまだ泣くんだ笑うんだ位置についたならさあ本気で勝負だ喜び悲しみ不安期待熱望絶頂君と僕のものだよ全部生き絶えるまで泣くんだ笑うんだ本当によかった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なOh my god！仆街，睇到頭先呢個極速100米嘅畫面，即刻有少少感動。唉，睇下今日有啲咩任務做先。救援一次啊！哇！呢啲友誼之手，單場駕駛啊！呢個勁啊！我一定係輕鬆冇問題啊！生存共計30分鐘啊！呢啲都容易啊！啊！呢啲日任舒服㗎。好。有5大看點啊！哇，因為呢一套嘢呢，我覺得係好深啊，即係太多思考空間呢。其實我覺得睇一次都唔係好夠，我會想睇翻漫畫啦，因為好多嘢就係唔係就咁睇完一劑就會有所啟發。我一諗翻，我覺得我幾中意人神呢個角色，即係一開波主角小學被發掘，佢跑得好撚勁，跟住咪就同咩人神做嗰個訪問嘅，跟住人神牌就同佢喺訪問當中就要跑一轉，跟住跑到中途佢停低咗嘛。人神就係發現咗主角小學嗰陣時已經係勁撚過佢啊 ，feel 到佢再跑落去會輸，所以佢停撚咗。跟住再次遇到佢嘅時候，佢已經係放棄咗。
佢已經起緊咗，但係咧就係同阿主角跑一轉嗰陣時，又再次重拾翻呢個追逐嘅樂趣。好中意人神呢個角色。同埋想講咧，呢一套嘢咧畫人神咧，嗰個長頭髮長毛版咧，嗰個頹廢狀態咧，勁撚型，勁撚型啊！好彩 MCL 仲有得上要睇，啱啦！你機械神父要睇啊！對你作為呢啲教畜教育工作者係好啱睇嘅，好有啟發性。好 K2， 呢把消音器喎。好，打呢場咧就唔好急嘅，執翻啲嘢先。消音呢啲要有噶啦。好，壓把呢啲有啦。好，齊齊地料噶啦。好，執翻個兩呢杯先，快抽飲料，拍罐嘢飲先。好，當一當屎忽。而家爭個紅點啫，有啦，齊埋，好撚近，屌你個閪！個紅點咧，屌你裝喺手槍低能，19飛子彈，睇下先。正在治療 TI 嗰邊，要去幫手噶啦，及一及機先。A 屎啊！好，唔好急。切忌呢啲打呢啲場咧，做好啲。呢啲視野就唔少得噶啦，見到嗰條柒頭啦已經兩個，最理想一定唔好喺度出啊！呢度出就俾人夾撚到晒，兜一兜嘅。去咗隊友個位度先。好，仆街，講唔講得切啊？佢含咗，對咗槍啊！見到，收隊。隊友太廢，講真。隊友配合唔到啊！呢啲係需要隊友配合啊！余峰呢個哲學漫畫家咧係有啲搞頭嘅，真係。唉，睇完呢啲太有啟發性嘅作品咧，都
都係會令你沉入喺個思考嘅混亂當中。即係有時唔好諗咁多呢，係會爽啲嘅，真係。頭都白鳩埋㗎啦！睇完呢套咩極速100米，爽撚到！屌你！點解我中意人神呢個角色呢？我就係覺得其實人神呢個角色就係、基本上就係反映咗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嘅好多人咯，大部分人咯，就係人神呢個角色咁樣咯。即係好似一開波，你會覺得自己有啲天賦，好似幾勁咁樣啦。然後呢，你好快就發現呢，你喺呢個界別入邊呢，做唔到最勁啊！話即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嗰種感覺。即係然後嗰個位呢，就係好有矛盾同埋好混亂啊！即係嗰個人生嘅意義係乜嘢呢？即係我已經得知到係一定係做唔到第一㗎。你睇下個僆仔，個僆仔細我唔知幾年，已經係都未發育，已經feel到佢係跑得快過我，即係嗰種感覺咯。我就覺得係好正啊，超中意人神呢個角色，而佢都好直接㗎。做唔到，即係本身係以為係第一㗎嘛，即係勁㗎嘛，同埋喺呢個100米跑步嘅世界就更加直接啦。因為你如果攞嚟比喻人生嘅話，你可能有好多嘢，即係未必話好似咁 confirm 跑到個秒數第一就第一。最勁係咪有一個定義呢？咁樣？但係跑步嘅世界就係咁直接啊！你嗰個數字就話咗俾你聽。點樣為之最勁？即係你可能話喂如果我係好想做咩一個世界上最搞笑嘅人，你未必有一個好清晰嘅界定。但係跑步世界就可以好分明咁，你一睇就知道，哦係啦，唔夠佢快，點都快唔過去。呢個煙係咩事啊？真係幫佢運動世家，所以佢就陷入嗰段迷惘嘅階段。然後呢，嗰一下啟發呢，又係好撚精彩嘅喎。即係嗰下主角叫佢跑一次步，即係佢話：屌跑嚟做乜呀？即係都知道結果啦。即係嗰一下呢。又係一個好大嘅啟發嚟。跑完之後就發覺其實就係中意，根本就係你就係根本中意呢一樣嘢。因為人神啊共憤，以為呢個係打針。啱啱屋企有敵人，真咩？不慣啊，乜多啦。想睇到百變白髮，你試下咯。跟住當你陷入混亂，好似小公咁樣呢。你去到睇到財津嗰一段 speech 嘅時候呢，你又好似
成個腦又清晰翻啲咁樣喎。即係佢提倡嗰個 You Only Live Once 嗰種思維咧，所有嘢你又好似變得翻清晰翻啲咁樣。個陸永點解譯上名似三甲鳥咁撚癲？笑撚到仆街嚇，值得留意。佢講咩啊？未得閒睇翻，我見到你哋喺琴日咩登日咧，就喺度打咩陸永講我，跟住我見有啲友就有 cap 低啲片俾我睇嘅，就話咩佢有講翻咩 rap 比賽啊，話咩益 Sir 就係冇嘢啊嘛。即係佢應該係想講係呢個嗰個階段咧，就冇乜記憶點啊！即係你見過有好多人，你就係見過，你唔會記得，冇印象啊，冇乜記憶。即係你參加過咁啊，好多人都參加過啊！rap 比賽啊！嗰個俾爆料咧都要爆我名，已經少少期待，就唔係好關事嘅，因為咧因為我哋咧一開波頭一兩隻 game 喺嗰啲休息室已經喺度傾偈啊，係啊，驚咩咯？太只能夠講 Casper 太過咩？太過敏感就驚嚟驚去，人哋都唔係講緊呢啲啊，會唔會驚劇透啊？嗰啲太過敏感，不過都啱嘅啊，製造一下懸念都好㗎，其實啊，最中意呢類型。你哋又會喺度估啊，究竟係咪咩咧咁樣？哇！戇鳩咁都射人到喎，買唔到媽媽哭了咩啊？你想入去睇 Mirror？ 入去媽媽睇 Mirror， 係睇圖仔入去咁住。要哭啦，講真。冇得睇 AL 啊，冇得睇圖仔一對嘅，咁難得啊！呢12子啊，咩7年前有上過登上媽媽，你見證呢個時刻一定要有㗎啦，講真。喂，可以裝滅聲喎。加長快抽，A 士唔要啊！好，射緊到咁狠，咩啊？六名都叫黐筋啊！咁撚近，低能啊！
想炸瓜我？易 Sir 嘅稱呼嚟啫，嚇！雞翼其實難叫㗎，所以我覺得易 Sir 個名係改得幾好。黐筋。Lulu 啊，Melody 我姜 Hello Kitty 啊，Melody 即係邊個啊？Lulu 就係 AL 啊，Melody 係咩啊？Hello Kitty 係邊個？叱咤冇 Lulu 已經想哭啦！有冇人有睇今日咩叱咤 Press Con 啊？冇 Mirror 已經冇晒話題性啦。哦 Sanrio 成 Mirror， 我有睇喎，講真我有睇喎。呢個 Sanrio 成 Mirror。Hello Kitty 係成我姜啊嘛，之後粉紅教主就係粉紅 Melody 啊，我睇喎，竟然係冇人揀肉桂狗，我仲喺度期待緊，究竟邊位手足會揀肉桂狗呢？我喺度期待緊，即係冇理由冇啊！最 hit 咁滯咩？香港你哋有冇睇咩？香港 Sanrio 排名第一位，就係唔夠姜揀咯。華納又贏，唔係啊！已經你有冇睇 Fred 啊？而家呢，又俾人哋揭露咗咩903又有操作啊！你冇睇咩？我純粹讀 Fred 啫，我咩都唔知。佢話咩903得知Mirror 唔出現，跟住即刻呢期狂播 J 風啊！俾 Flat 佬，俾 Flat 友發現咗，做王者啊嘛！笑到你留名等睇啊！講真，勁快手啊！咩連續狂聽咩幾日 Q 日播 J 風新歌啊！俾人哋喺度講話，舊年又唔係。呢個就係商業電台嘅操作啦，都不意外。講真，即係其實開張名義，我覺得冇乜嘢。如果真係嘅話，有幾出奇啫。講真，呢個呢，同我啲 friend 呢，我最近我啲 friend 呢，就喺度講話，同我問我。就係嗰啲咩抽卡喺邊度抽，又話咩邊度散包咧就可以係好抽，我心諗戇鳩。即係因為你哋而家有玩開卡，或者冇玩開卡都好啦，你有睇過人哋抽卡，你大概都知道香港啲卡鋪係行緊啲咩情況。即係基本上冇人
唔會有人去玩啲咩散包啊？點解咧？啊，即係而家就講幾句啊！即係因為咧，佢玩卡咧，即係無論 Pokemon 又好啊，One Piece 又好啊，咁佢嗰個配卡咧，其實係已經有晒嘅嗰啲叫咩啊？配卡制度，即係你去12箱入邊咧，就得一箱入邊有嗰張卡，即係假設咧，即係嗰件事就係類似個機率就一定係咁噶啦。咁咧每一箱入邊咧就只有一盒咧就係會有嗰個勁卡嘅。咁如果咧你喺平時嗰啲抽散包會出現啲咩情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件事係咁玩嘅時候，如果你係卡鋪，你會點做啊？即係唔係話間間都黑店，但係即係如果我做生意嘅話咧，我又唔會同你喺度真係同你隨機抽嚟抽去啊！我已經係明知道嗰一箱入邊係得一盒入邊咧就得2包就有勁卡嘅啫。咁會點做啊？你哋抽嗰啲散包，咁梗係我抽撚完嗰2張勁嘅，留翻啲狗屎垃圾先掉出嚟俾你喺度玩散包啦。因為我已經知道嗰盒嘢已經係廢咗啦嘛，已經係冇生存價值，叫做搣得幾多得幾多，一定係咁玩啊！諗都唔使，除非有啲有良心少少嘅咧。總之你抽散包你呢一生都唔會抽到佢呢個系列最貴嗰張，你諗都唔使諗。你可能會抽到啲3、4線勁嘅咩 SAR，其實算叻仔啦嗰啲。咁嗰啲已經係算有良心嘅，已經係算有良心嘅卡鋪咯喎。即係因為佢嗰盒入邊冇抽走啲勁卡，即係冇抽走啲2、3線。但係講真啦，你正路呢啲卡店啊，日 Q 日對住嗰扎卡啊，你會唔會咩啊？會唔會真係俾你啲咁樣2、3線流到出嚟？除非爆配嘅啫，好老實。即係因為而家呢個配卡制度就係咁樣玩啊嘛，所以咧。即係有時就係要了解啊，之後佢就喺度，佢又唔認數啦，即係佢又唔即係佢覺得又唔啱啦，拗數啊，話唔係喎，咩邊個個細佬咧抽散包啊中啲咩？我聽到呢啲已經想笑啦，梗係估唔到我身邊嘅friend 子咧，即係同我同年嘅手足已經係去到呢個地步。即係有時真係好彩慶幸我係開台啊，或者即係同大家咁貼近啊，即係叫做仲未老得晒。即係呢啲已經係近乎騙案一樣嘅手法咧，都做係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喂邊個個侄仔抽卡咧，抽散包中過一張勁嘢咩？中過我問佢，你之後你會問佢啦。咁佢中咗邊張勁嘢？中咗噴火龍咯。嗱，首先第一啦，噴火龍都有好多張啦，淨係噴火龍都有好多張啦。我話邊張噴火龍啊？嗱，一定答唔出㗎。你一講話邊張噴火龍啊？一定答唔到。跟住咧，佢就會同你講話，喂係即係都有機會抽到啦咁樣，估唔到，係就係識噴火龍，唔係你求其鳩噏多少少，佢已經答唔到啦。係邊隻啊？係咩 Mega 進化？色為噴火龍邊隻啊？答唔到嘅，已經答唔到啦。唔好講話啲咩。
定係搭咩閃嗰張啦，閃嗰張啦。咩啊？識飛講真，我自己都唔識啦。第一，首先唔係好話串先，即係你因為我冇玩開 Pokemon 卡啊嘛。其實你話咩即係近期如果抽 Pokemon，即係邊張比較值錢，其實我都唔知。講真，我開頭都俾佢帶到，話咩？喂，噴火龍咯咁樣，我都答唔到噶開頭。咁啊問細緻多一下，究竟邊一張佢答到，咁咪佢叻啦，佢威水，佢都係答唔到，咁就真係知係呢啲都係鳩噏料啊！冇啊，真係想玩下，即係因為咧，你 feel 到佢嗰種抽卡嘅心態咧係唔同，佢就係有少少似咧，唔知有冇睇馬介休啊？馬介休阿裴先達嗰隻啊，即係我 friend 子喺度問我關於抽卡嗰啲嘢咧，就好似馬介休裴先達嗰種。即係佢零息嘅擺到明，但係佢聽啲 fans 講話，喂，抽卡可以咩當投資喎，咩抽到啲一嚟又可以過手印抽勁嘢，二嚟張卡原來又可以咩值幾千蚊幾萬蚊喎咁樣，咁佢就諗住可以喺呢啲咩抽散包就可以做到啦咁樣。我咁撚好運，我冇理由唔中啦！你睇下隔離三叔隔離嗰個阿姨個侄仔都中啦，冇理由唔係我啊，係咪先？唔撚係話咩志在參與喎，佢係就係嗰個好似有種投資好有智慧啊嗰隻喎，即係唔係話咩儲唔儲卡啊，根本都唔識。而家啲 Pokemon 啲人平均都識唔到10%，新嗰啲係嘛？正路嘅。寧願捐錢俾馬會，真係講真，你揼錢揼咩幾十蚊100幾十落去抽嗰啲散包，不如琴日均50蚊落曼聯度，起碼都食翻餐正嘅 M 記。仲好啊！捐錢俾狗會爸爸回報仲快。晚上好食咗飯未？準備食㗎啦。8點3、4收台出門口。屌你個鼻好似準備醖釀緊啲暗瘡。而家 M 記咧都要80蚊風味包嗰啲啊嘛，真係唔知價喎！講真，我好耐未試過堂食 M 記。風仔包嗰次都係出公司數咧，我都冇睇價錢。中六合彩啊，2個散包中 SSR， 真係屌你！散包中 SSR 唔係中唔中到啊！係根本就冇呢個機會，0%。唔係你中六合彩啊，起碼咧即係你都相信狗會公道啊。但係而家咧即係擺明車馬話到俾你聽咧，即係嗰個配卡就係咁樣噶啦，即係得咁多嘅啫。屌你苗乜撚都衝過去啦，攞紅頭啊！以為噴火龍就值錢，其實啟暴龍啊仲值。要跟台主買球先有得贏啫，唔關事嘅。屌你，琴日贏少少，嗰啲分數都唔夠下鋪到啦。講真，嗱出去快手執嘢好過啦，腎上腺素。
呢支係用咩㗎？消音。台主有冇興玩新嗰隻 Pokemon？其實有啊，所有 game 我都有興啊。啊，所有 game 我都有興啊。冇時間玩啫嘛。哇 ！AMR 都唔用，咁搞錯啊 ！AMR 用咩彈嘅？單發。雲係 Pokemon， 仲有嘢揦。喂，車埋啊，大佬！嚟緊嚟緊嚟緊 ！Let's go！ 哇！撳撚錯掣，屌你個閪！你今日有冇喺度搶咩 Mama？MAMA 又係咩 Cityline 嗰個傻閪網頁喎！屌佢老母！咩仲有30分鐘就到你嗰個？兩日咧都係為咗一隊女團咧，要睇10幾隊男團。咩啊？有 LT 咩？Mama 有 LT 咩？原來邊撚度啊？落車！屌你個閪！有冇中過一槍？射唔爆架車添。屌你老母！邊個射我？散鳩我！格格針咩？我鳩啊！未敢睇到。邊撚度啊？快救！我爬落去先。邊一度啊？可以睇到我啊？耳機 setting 係咪怪怪地？真咩？人哋右邊射我。
仆街！我聽唔係好到喎，真係。點樣音訊 setting 啊？總音量啟用，槍聲效果轉期級，唔該，係咪要呢啲啊？咁樣得唔得啊？所以奇怪你唔入屋先播，我以為係黃點射我咯頭先，所以我冇入到去啊。幾點啊？而家打樓鋪差唔多啦，準備出門口。明天 call 2點。唔好意思，明天2點到4點呢？哦，其他人4點到就得啦。明天會一次過整理未來2星期嘅排練時間，好撚驚。陣間整套衫先，琴日抽中嗰啲勁嘢，成套啦。呢套嘢呢，好撚黐線啊！同你講，你睇下呢套，除咗件外套先，你睇下黐孖筋啊！呢套嘢透視波啊 ！What the fuck！勁撚黐線啊！跟住呢，其實佢有個頭髮仲靚嘅，我覺得，但係佢個卡姐戴唔到咯。呢個髮型呢，幾靚，即係呢個有頭帶呢個髮型。可惜啊，我啲卡姐戴唔到呢啲頭髮。2至11點開 live， 冇啊！聽日係4點到7點咯，應該請咗要7點走啊！翻到嚟都要整下圖啊，執下嘢啊 ，setting 下，準備下。播下歌先。好
想跑步啊！僕の黒い部分も恵まれなかった才能も丈夫じゃない性格もだけど大それた夢をちゃんと描くしたたかさも焦るよいつも足音の群衆が僕の努力を引き裂いて何度君という闇の世話になったろうオンリーワンでもいいと無理やりつけたアイマスの奥で一睡もしやしない自分も見飽きたよ現実的客極速6-7米，建議跑步。撚嘢一落地即掛，救佢先，我要做任。佢點樣即掛啊？喂！卡98喎。哇！6倍鏡卡98，好爭啲衝鋒槍啫。哇 ！mini 14卡98，揀邊個好呢？屌你個閪！屌你老母！俾我射我！邊度啊？UMP9喎，正。有咩事啊？咁撚勁！哇！射撚到碌落山添喎，輕型握把 SLR。勁到咁啊！做咗任未啊？救援對象包含隊友，呢個做咗㗎嘞喎，應該要揸車行駛1km 2次，求其揾架車先。
呢架係咪車啊？係啊。拜。揸個圈之後翻嚟呢度先。做乜高空跌落嚟？安全駕駛啊！駕駛改進課程。哇！前面有橙色車喎，仲好揸喎。貪佢架車啫。AE86駕駛師。哇！咁都得啊 ！Hello。補個血先。拜。揾我唔到啊！黐仔。傻閪！我唔信佢抌中我啊！仆街！真係抌得中啊又！屌你個閪！厭權啊！早知落去殺埋啊！屌！幾點啊？夠鐘啊！收隊。完璧に見れば絶望的絶対的1位はきっと取れないな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ちゃいるんだけど圧倒的直感的に僕は納得できちゃいないああなん
講真，有條友跑步都好撚型嘅。單元男女 MVP 啦，跟嗱，呢段呢條友咧，講真，尾燈都睇唔到噶，你睇下個速度，差成60米，係咪要有 BGM？要有啦。哇！拋到，哇！屌你呢個 shot 都係好撚正，綜藝念，わかってる。抄撚到。係全為你呢度同阿 J 要男女互鬥呢個位先至俾阿 J 追翻啲大帽嘅。就算我綠隊冇傷都好，都唔會贏到豬咪。哇！反級！好可惜，講真，如果唔係就會再好睇啲啊！豬咪至近一接，好啦，已經贏撚晒。有狗！加成200米啊！黐撚線。極速100米，嚟多次，極速100米，而家呢套戲唔係喺我跑之前出。
哇！其實我都係反吸緊，一開波第4，本身平排，跟住第4，爭一個身位。可惜啊！